Hello， 我係 Elsa， 幸福傳承基金會嘅義工啦。咁亦都之前咧係上過一個關懷義工課程。以前咧就覺得咧關懷一次啦已經足夠啦，但係上完個課程提醒我哋咧，原來係持續性咁去關心對方係好重要嘅。大家會打開個心扉，會更深咧去體會到咧對方嘅需要啦，同埋咧佢即係個背景啦。因為即係只有去敞開個心扉，能夠可以信任對方嘅時候咧，先可以將心裏邊嘅説話咧去向對方去傾訴咯，以至到我更加可以知道點樣去拆解佢個心裏邊嘅一啲嘅傷痛啦，同埋點樣去支援佢啦。係因為我自己咧讀過呢個傳聲天使義工課程之後咧，我覺得好有用。係啊，對於我哋關心佢身邊嘅人啦，同埋真係作適當嘅支援咧，係好有幫助啊！咁我鼓勵大家咧都一齊嚟到參與啦，希望大家能夠可以生命咧影響生命更加多。